我们每年大概都会受邀美国啊、美东、美西、日本，然后大陆、香港等地去做表演，这样，几乎都是用客家文化去呈现。清末太平天国起义，有不少女兵是客家妇女，英勇抗敌。新竹县客家舞蹈团的团长吕美意以此为题材，名为“大脚蛮婆”。他们不一定会拿着像我们现在的刀啊、藤牌，那是象征，也有可能是拿那个锅盖、铲子就出来打仗的意思，这样子。竹东国中的学生舞者身着蓝衫打赤脚，借由诠释历史的表演，对自己的根源有更多明了。穿蓝衫就代表是客家简朴的精神，然后大脚蛮婆是客家妇女出战的样子。客家的样子，客家的故事。2013年夏天，他们代表新竹县带到日本最夯的祭典之一高知县夜来祭演出，颇受好评。我们孩子呢，他的基本功就是从基本功让日本人看到是不一样的文化。那当然，那个掌声如雷啦。透过舞艺交流，让客家文化的美被更多人认识。雪漫漫这个舞蹈，其实我们是用以新竹风，称为风精灵，然后五月雪叫油桐花。好，那这个风精灵跟油桐花就叫雪精灵的一个结合，站上国际舞台，这些精灵们也成为文化外交小尖兵，孩子们因此萌生使命感。私底下练很久，台上就可以展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。绕 Q 拉够，信金拉活。这就是要求越高，成绩越好。我们听到海陆腔，之前我们说要求越高，成绩越好。出国演出激发了孩子们不断追求进步，努力想到更多地方表演，舞出对自己文化的感动和骄傲。上课喽！要求越高，成绩越好。要求越高，成绩越好。谢谢宗仪老师。